各位以前喺香港做生意嘅伙伴，無論業主、供應商、銀行、其他拍檔都好，無論大家個政見係有幾唔同，一個冇咗民意調查嘅社會，就只會走向一個方向，就係倒退。香港人究竟點樣睇自己嘅身份認同？點樣睇不同嘅社會問題？點樣睇國安法對香港未來嘅影響？甚至乎一啲比較敏感啲嘅話題，包括6·4，我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亦都可能好想參與去俾啲意見。我喺呢度向大家推介海內外香港人民意調查計劃，希望大家可以積極參與，希望大家可以將政見放埋一邊，亦都俾自己一個機會係可以發表你哋嘅意見，對香港唔同嘅題目，同埋亦都可以經過呢一個民意調查計劃去睇到唔同香港人對於呢啲話題佢哋嘅睇法。你哋參與嘅時候，個資料係會絕對受到保密，你個人嘅資料係會同問卷嘅答案係會分開嘅，大家可以放心。